喜鹊在我这里筑巢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回可真是喜鹊。那天我在那干活的时候，才2个棍儿，今天搭那么大一个窝了。是喜鹊吗？到时候用无人机拍一下，是喜鹊是吧？是啊，2个有2只。好，一个你拍离得远一点。我知道了。惊着它了，它就不那个。还真是喜鹊啊！就是呀，真的是喜鹊呀！真的是喜鹊。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干活，那天下雨之前，人家才2个棍儿，今天搭这么多了。哇，这个窝大，你看，搭的好大是吧？啊，喜事入心。Hello， 喜鹊。不光有喜鹊，你看这边其他的鸟也有很多。看你往哪跑，这玩意不怕人的，是不是？不怕。